你嘅人生方向可能早就寫咗喺你嘅生命數字入面。呢個係一段由迷茫走向使命嘅旅程。我係桂容，數字天賦心理學導師，亦都係數字人生 GPS 課程嘅創辦人。我嘅使命好簡單，幫助每一個人揾到屬於自己嘅天賦潛能，讓呢啲天賦成為佢人生最強大嘅翅膀，行出通往幸福同埋成功最短最順暢嘅嗰條路。但係喺我揾到自己嘅使命之前，我都好似好多人成長嘅過程一樣，經歷過迷茫。我係喺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以1級榮譽生畢業，主修會計同埋金融。畢業之後就返到香港，加入 KPMG 全球4大會計師樓之一，擔任稅務顧問。喺好多外人嘅眼中，我嘅生活好似光鮮亮麗，但係我知道嗰啲唔係我想要嘅人生。所以唔夠2年嘅時間，我就辭咗職，開展咗我嘅創業之路。喺過往10年裏邊，我嘗試過直銷，做過大健康產品、水機、地產，每年都收入過百萬，亦都帶過上千人嘅團隊。但係有一刻，我望住鏡入面嘅自己，問咗一個問題：點解攞咗咁多嘅成就，我內心仲係唔快樂？我開始質疑，究竟我嘅價值係咪只能夠由收入、名銜同埋數字去定義？直到我接觸咗數字天賦心理學，我第一次睇到屬於自己完整嘅生命藍圖。透過13組聯合數字，我重新認識咗自己。當我見到自己擁有聯合數字325、551、358，再睇到自己倒轉三角缺少9號嘅時候，終於明白到點解我咁中意公開演講、創新同埋帶人。又明白到點解每次付出太多得唔到回報嘅時候，我會選擇自我放棄。呢啲數字唔單止講緊我係邊個，佢令我真正揾到我係為咩嚟呢度世界。從嗰一刻開始，我唔再用成績去定義我自己，而係選擇活出天命版本嘅自己。我開始支持更多嘅生命，幫助佢哋揾返自己，認出天賦，看見希望。我發現太多嘅人只見到自己嘅短板，但冇人真正教過佢哋點樣發揮自己最亮眼嘅嗰一面。而我希望成為嗰個無限放大你天賦價值嘅嗰個人。我深信每個人都值得發光，但係唔係靠死撐，而係靠正確嘅方法同埋策略。如果你都想讀懂自己，我誠邀你參加數字人生 GPS 自我探索分享會，用數字打開你嘅人生藍圖，讓你不再迷茫，而係有方向、有節奏咁活出你想要嘅人生。我係桂容，讓我幫你看懂你手上嗰副牌，活出最高版本嘅自己。最後，我想送你一句話：將自己活成一道光，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邊個會藉住你嘅光走出佢嘅黑暗。